大家平安熬早，做伙来锻炼咱的信息。请咱来掀开信息第213首。信息213首，上帝讲出来调天的。这首咱的歌词有改真济吼，所以咱用一点仔时间来甲练一下吼。咱来唱第1节、第2节、佮第4节，好无？主叫天地，龙着主意，预备本是审判的日，将当着来到主面前，上帝公义，再来，这中的色看出外下，我的怕没得个笑，听见花香，音调都小歌出门，看着心头。第4节无第3节好啦吼，请咱第3节来。着苗无字，个古公义，哟天边那河大水，水手公义呀，无论嘞，我可心是讲出真相。第4节来，中间是伊已经临到，大来切了判断决定，勇敢站在坛主面里，在这心上坚固相信。我感觉咱像无讲足省的，是毋是？这旋律无足省。咱来唱第1节，第1节，第1节搁唱一摆，搁唱第4节，第1节甲第4节，咱拢搁唱一摆哦。好，请来。主叫天地，龙着主意，预备本是审判的日，将当着来到主面前，上帝公义，显明。第4节来。中间是伊已经临到，大来吃了判断决定，勇敢站在他主面里，在这心上坚固相信。咱再来看一首的信息，信息第4首，信息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
咱练习到这，请咱会记得把咱的手机啊关做震动吼，还是静音。
上帝讲一摆，我有听见两项，就是权能属伫你。主啊，主爱也是属伫你，因为你照大人的所行来报应伊。这是咱来吟诗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就用徛咧，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啊，差亲像讲，恁着听主比听家己，更了解是专教因的总统后，我用新的界面互恁。我捌听哩，恁会安尼做，恁毋相听，正人要安尼知，恁是该。请坐，这是咱用启用的方式来交托上帝话。启文第18篇，我来启兄弟来用。愿上帝人民愿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盛产5国，愿上帝赐福互阮。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
你是公义的主，也是主爱的爸。阮感谢你怜悯你的百姓，你的百姓拢犯罪来得罪你。阮的喙中检西拢称你做主，心肝中却离你远远。阮叹世俗，阮追求俗世间的事，心中有时充满着诡客甲不义。主，阮知你也未施行审判，乃是因为你怜悯阮，你嘛无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人人悔改伫你的面前。当阮今仔日通对牧师所要透放的信息，就是阮今仔日敬虔的光景，甲阿摩斯时代以色列南北的时阵的光景有甚物款的区别？求主帮助阮立定心志，付上基督的代价，来为阮所生活这个世代，甲阮这个国家、社会、百姓来祈祷。检测伫阮的风海中间，阮还阁有济受灾的百姓。求主复兴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生活伫你的心中间，明白你的旨意，带领得较侪人来明白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今仔日家庭诗班所带来的是，咱就来吟诗。Yes.
只是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旧约阿摩司第7章，咱要看第7节到17节。第7节伊安尼讲，伊阁互我看见一个景象，主手提锤钱，徛伫照锤钱起的墙的顶面。上主对我讲：阿摩司，你看见甚物？我应讲：我看见锤钱。主讲：我要用锤钱让我的子民以色列，我袂阁放引煞。以色列山头段会荒废，以色列圣所会趴荒。我要起来，用刀攻击亚勒破安王朝。第10节，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派使者去甲以色列王亚勒破安讲：阿摩司伫以色列中煽动人反对你，伊的言论对国家不利。因为伊讲亚勒破安会互人杀死，以色列人一定会流亡离开本国。阿玛谢阁对阿摩司讲：你即个先见，甲我出去，倒转去你的本国犹大，伫遐趁食，伫遐讲语言，毋通阁伫伯特利讲语言。因为遮有王的圣所，有王家的宫殿。阿摩司因阿玛谢讲：我毋是先知，嘛毋是先知的徒弟，我是饲羊的，嘛咧照顾三才树。我咧顾羊的时，上主呼召我，甲我讲：你去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话。安尼，阿玛谢，你着听上主的话。你讲，毋通传达上主的话，反对以色列，毋通讲话攻击以色列家。所以，上主安尼讲：你的某会伫城内做娼妓，你的囝查某囝会死伫倒下，你的土地会互人分割占去，你的家会死伫，你家己会死伫外国，以色列人一定会流亡离开本国。愿上帝祝福伫伊家己的话。今仔日牧师所带来的是良切的事。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需要你的帮衬，特别点伫阮面对济国际的挑战，也是国内阮所拄着灾害的变化的时，主，愿你实在临宾阮，也互阮清楚知影，阮如何遵照你的话，会当继续向前来跑走。互阮踮伫每一个时刻，通高举十字架的拯救。通互济人领受稳定，领受祝福。愿你的话刻条踮伫阮的心，帮助阮，互阮日日拢通行伫你的道路。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也这大平安。伫过去这礼拜中间是一个面对济挑战的礼拜，我毋知影咱敢有注意到，因为风台的缘故，到伫今仔日。犹原有济教会无法度亲像咱共款，有遮尔舒适的环境来做礼拜。踮伫溪北，就踮伫咱的中会中间，有济教会，包括厝尾顶，拢已经拍歹。所以可能今仔日做礼拜是，若是真正搁漏水，就是真正咧一边咧治好，一边咧做礼拜。风台对咱所无关系的方向，定律踮伫咱台湾即个土地。是踮伫咱教会，咱无拄着真大的损失，但是确实有济人踮伫无方便、踮伫艰难的中间。嘛毋若安尼，包括咱嘛看到新闻咧报道，踮伫新店遐有一个消防员，有几个消防员因为要救人，所以失去因的性命。其中有一位其实参与踮伫咱伯克利圣经学堂已经几啊冬的时间。
所以这个兄弟是甲我逐礼拜踮伫山顶，我看到伊咧做伙聚会。我对伊抱一个囡仔，甲阮做伙聚会；到伊抱2个囡仔，甲阮做伙聚会。2礼拜前，伊还阁向阮分享讲，伊阁煞来要去读政大。无想到讲迄天接到即个非常艰苦的消息，咱毋知影要如何面对。想到伊的家庭，其实心内底有讲袂出的目屎甲艰苦，嘛不断咧面对讲，其实人是偌尔啊软弱，人是偌尔啊微细，若毋是上帝恩典，咱无法度阁继续向前行。所以读先知书，其实先知的假释是一直帮助咱，对现主时咱所看到、所经验到的事，重新来看，到底上帝要对迄个时代，还是对迄个国家做甚物？今仔日咱读阿摩司书，阿摩司这个名，伊本身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歹重担。所以咱会当想象，做一个先知，就是安怎？有足侪的重担。为什么伊有足侪的重担呢？因为伊对南国犹大的一个庄头出世，踮伫遐咧成长。啊，伊正做一个雇佣的人，也是咧管迄个送菜树的人。简单来讲，伊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伊就是一个若亲像咧种田的人一样的人。伊毋是受过踮伫迄个时阵有足侪先知的团体咧训练遮的先知，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这个普通人有一日，就踮伫伊咧工作的时刻，上帝甲伊讲一项事。上帝甲伊讲一项事，爱伊以色列来传讲上帝的信息。请咱会记哩一项事哦。这个时阵国家是分裂的，所以有北边甲南边。我头拄仔讲，伊对来，伊对南边，但是上帝爱伊去对，爱伊去北国。意思就是讲，今仔日你爱去另外一个国家，甲迄个国家宣布讲，恁若是无照上帝的话行，恁绝对会拄着灾厄。安尼敢有人要接受？这真困难啊！所以为什么伊咧歹重担？伊咧批判的到底是啥物？踮伫以色列的社会，踮伫北国的社会中间，虽然看起来平静，总是踮伫整个政治以及宗教的结构中间是有问题的。整个社会好野人甲善车人差距非常的大，有的人过了真好势，但是丧凶的人却愈来愈软弱。宗教仪式也失去伊原本的意义。致到整个国家无有公义，也无有公平，这就是阿摩司所领受的信息。来到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第7章，其实这是几个异象连做伙。头一个异象是草莓的异象，伊看到讲，当遐个要布个物件要出来的时阵，有草莓过来，将一切物件全部拢食了了。第二个异象是火的异象，伊看见有火来，要将一切全部拢烧了。这两个异象，阿摩司看到了后，伊拢向上帝祈祷一项事。伊向上帝祈祷讲：至高的上帝啊，请你停止吧！你的子民是遐尔啊微细，遐尔啊软弱，哪有法度会堪的呢？上帝听伊的祈祷，踮伫头两个异象。上帝确实听伊的祈祷，讲好，安尼你所看到的代志吼，都免发生啊吧。但是到伫第3个异象，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咱的圣经对咱讲，这叫准尽，华语的翻译叫做千锤线。准尽一个落来了后，这是咧牛切什么？那亲像咧起壁起墙。伊咧牛切你这个壁到底有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伊问阿摩司讲：你到底看见了什么？这个准尽出现的时阵，咧表示的是，虽然济人认为讲啊，我只要去了水水就好，但是这背后踮伫社会结构的无公义的中间，
有济济偷工减料的情形发生，有济济歪错的情形发生，所以会看到讲准前一落去有的壁都无在，也是有的壁已经开始出现有济济裂缝。所以当这个物件开始走出来的时阵，上帝讲啊，即摆我绝对无要搁饶赦因，因所在礼拜的所在一定会受到拆毁，这个神圣的所在拢会受到毁灭。我要互整个耶路伯安的王朝来灭亡啊！人徛起踮伫歪错的所在，踮伫有济济不顺的所在，其实人拢共款。人会对济济缺点开始习惯，咱会愈来愈习惯讲啊，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大家人拢认为不要紧的一个心态中间，就致到整个社会的混乱，致到整个国家陷入到伫济济危机中间。就那亲像咱所踮伫风台所看到，也是踮伫新北市消防员的事件中间所看到的事，其实遮尔济的悲剧，就是一直累积踮伫咱感觉不要紧，啥物拢不要紧的想法中间。踮伫即礼拜，咱所感受到艰苦也是灾害。如果这那亲像上帝的准前来到的时阵，咱会安怎去判断呢？咱会安怎去理解？当然，咱会生气为虾米有人会硬要踮伫明明都已经采一个牌仔讲禁止踮伫遮耍水，都是有人会去遐耍水，致到一个家庭会破碎。看到遮个事，整个社会当然咱会一直骂，咱会一直咧谴责为虾米会有人做遮个事，咱会扮演正义的声音。但是有当时咱咧扮演正义的声音的时阵，咱嘛会记伫啥物？咱会当诚做正义的使者，是有当时因为这个当事者甲咱无啥物关系，因为毋是咱熟悉的人，所以咱会当扮演这个正义使者的角色。但是如果这个人甲咱家己有关系咧，共款。当面对遮尔济灾难发生的时阵，咱看到包括踮伫咱台南嘉义遮个所在有济济受灾的人，踮伫乱足的时刻，咱嘛会感觉讲，咱应该会当尽咱的气力，尽量来帮咱济济受灾的人。但是咱嘛该换一个，如果咱家己若是受灾的人，咱会啥物款的反应？咱敢会亲像咱所看到的？为什么台电遮尔慢？为什么已经遮尔侪时间拢无电啊？台电为什么遮尔慢？为什么我爱受到遮个灾害？咱敢有发现？咱每一个人，当咱面对了灾厄出现踮伫咱的面前的时阵，咱会开始会有济济的埋怨，咱会对咱家己的角度认为讲，啊，为什么政府无做到够？为什么台电的修理会遮尔慢？啊，为什么会有人都是要违反这个规则？为什么会有人都是真正无爱听？到底这个社会要安怎讲？咱会发现讲，伫遮尔济无关系。不要紧的心态背后，咱发现啊，有一个作家就咧写一个议题，伊讲，咱爱永远知影一项事，就是你的命毋是干那你的命那尔，你的性命毋是干那你的命那尔，咱会当活的，是建立踮伫济济人的付出，咱会当有舒适的生活。是建立踮伫整个社会有足侪的人不断咧贡献，不断咧维持咱社会的运作。所以，这个准前降落来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讲，无任何一个人会当脱离上帝的审判。
嘛真正当灾害来临的时阵，咱要记载袂了是困难的。阿摩斯所领受的使命，就是踮伫一个所有的人拢无感觉家己有问题的环境中间，勇敢讲出上帝的话。当然，伊袂受欢迎啊！伊绝对袂受到欢迎。搁较莫讲，伊是不过就是一个对外国，对因来讲，对以色列来讲，你就是一个对外国来的，而且搁是一个小人物。你讲遮个话，到底有啥物意义无？所以，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北国的这个祭司，伊听见遮个言论，伊就走去甲王亚罗波安讲啥物？伊咧讲啊，阿摩斯咧煽动人民来反叛你，伊的言论对整个国家是真不利的。伊去甲王讲，你爱互这个人消失。同一个时间，伊也阿摩斯讲，伊讲。先知啊，你已经讲有够啊吧？你嘛是转去你家己的国家吧，转去你家己的所在吧，转去到伫犹太吧，转去到伫遐，因会养饲你。这个所在是伯特利，这个所在是阮这个国家礼拜的中心，毋准你踮伫遮咧讲这个五四三的。阿摩斯的异象扰乱。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正做北国的祭司，其实阿玛谢所做的选择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伊的任务是啥物？阿玛谢的任务就是维持整个国家敬拜会当稳定，所以听到这个声音的时阵，伊会感觉这个无欢迎的声音，这个无欢喜的声音，应该爱消失。这个声音应该爱消失，但是阿摩斯讲啊，我毋是你所认为的迄款先知，我毋是为着钱踮伫遮咧宣讲，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够用的人，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咧管桑茶树的人，是上帝亲自呼召我来宣讲遮的信息。今仔日你毋准我传讲上帝的话，上帝的审判必然会临到伫你的身上。以色列会面对灭国的危机，流亡到伫这些所在。一个受人看轻的人，走去到别个国家，讲遮个无受欢迎的话，真正是袂当打。但是这也是伊出发进前，伊就会当明知影以及想象的。上帝赏赐阿摩斯有勇气，到伫伊所应该去的所在。所以踮伫阿摩斯中间，咱其实上解释的一段经文出现踮伫第5章。踮伫第5章的24节，上大的愿望是：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伊所愿望看到的是，整个国家会当重新转来到伫上帝所定着的路中间，重新来去神圣的这段，互城墙会当照公平甲正义来重新搁去好，互人甲人的关系会当恢复和好。这也是现主时咱所咧面对这个时代互咱的挑战。最近咧上一寡课，我感觉真有意思，特别咧讨论到战争的议题。讲师一开始就问大家人一个真重要的议题，咱感觉是战争对台湾，若是真正发生战争，是战争对台湾的影响较大，还是即摆风台对台湾的影响较大？咱感觉都是咧，举手一个好啊！你感觉是战争影响较大的，请你举手。好啊，即摆风台影响较大的，较少。讲师讲了真清楚。老实讲，风台即边的灾害对咱的影响会较大。
因为咱对我嘛咧上课的过程中，刚我才发现，咱对战争的想象拢是啥物？咱对战争的想象拢是咱看迄个抢救雷恩大兵，拢是看遮个电影来有的遐个想象。其实，即边风台对咱的影响，可能比战争影响搁较大。踮伫溪北的所在，咱毋知影咱有发现无？差不多有一礼拜的时间无电对无？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无电，啊无电佫代表啥物？即摆的人上惊无啥物？无电除了冷气以外，即摆的人上惊的是无网络，对无？即摆的人上惊无网络，所以代表迄个消息无法度出去哦，消息完全无法度出去。啊，所以其实面对灾害的时阵，逐个人一直咧讨论的议题是，一个所在如何会当恢复伊原本运作的功能。一个所在爱恢复伊原本运作的功能，这才是重要。这就是即马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韧性嘛，韧性，就是咧讲即项事。就是当灾害来临的时阵，一个所在如何真紧会当恢复伊原本的功能。过去踮伫东部，因为定定拄着风台嘛，因为风台以往拢对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踮伫东部的时阵，我嘛感觉踮伫东部的人拢已经养成一个无论拄着啥物款风台拢袂要紧的一个心态。啊，特别踮伫风台倒要来的时阵，我甲遐个掠鱼人咧讲话的时阵，我感觉真趣味。遐个掠鱼的人吼，看迄个天色就甲我讲，啊，这个会入来啊。啊，佮看另外一日新闻咧报讲风台倒要来，伊佫会甲我讲，啊，这袂入来袂要紧。掠鱼人拢足厉害，但是因讲真正会入来，咱就爱真正爱注意。所以因会做真济准备，包括所有的渔船全部拢爱绑好安，所有的物件拢爱维持稳定。包括踮伫东部，咱也有去东部西过，咱就会发现，所有的窗仔门外面拢有一个，那亲像百叶窗共款的防台窗。所以，阮全部当风台来的时阵，全部拢会甲伊全部拢砍起来，就是避免风台要来啊。啊，你讲，就算讲做遮个准备，会有灾害无？会，绝对有缘，还佫有灾害。阮踮伫山顶咧种田的会友就甲我讲，无输你知无？风台来吼，就是我原本树仔拢无啊。知影迄个无啊是啥物意思无？毋是迄个果子落伫涂骹，无啊是全部拢无啊。对你原本看起来青色的，即马看起来是全部拢黄的。我讲哦，这叫做拢无啊。啊，但是我愈来甲因做伙，我就会愈来愈发现讲，对，做所有的准备，风台有缘会来。然后一个风台佫出现的时阵，其实因早就已经知影，当灾害发生的时阵，佫如何重新佫起来。重新佫恢复起来，其实这就是踮伫一直咧面对灾害的所在，因会去想的，我要安怎佫继续生活落去的办法。但是咱即摆所面对的是，风台已经对咱无熟悉的所在出现啦。过去咱对东部来踮伫台南遮，其实要有真大的损失，因为咱拢讲嘛，互迄个护国神山挡伫遮，但是当风台真正对西南部，咱看旧年一个踮伫高雄对无？旧年一个踮伫高雄，即摆对溪北遮规个入来的时阵，造成咱到今仔日，咱的中会内面足侪牧师一直咧传，迄个招牌互风扇倒，厝尾顶歹去，咱教会敢若玻璃破去，这已经是。就无啥要紧的一个损失啦。济教会厝尾顶有破空，牌仔倒去，
连停车的迄个边仔拢互风台吹到歪歪。毋若是安尼，更加有侪人民、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嘛受到影响嘛。无电嘛无侪会当阁继续徛起的所在。逐个人会真热心，但是踮伫即个热心的过程中间，咱敢有想过，咱会当做啥物？热心以外，其实需要有智慧，对无？热心以外，需要有智慧。有侪人足热心的，但是伊嘛甲我分享讲，当伊真正甲市政府咧对话的过程中间，伊也体会到，其实所有的公务人员踮伫一礼拜中间，每一个人拢非常的忝，每一个人拢非常的忝，压力足大的。所以当有当时咱足热心的甲因讲，我会当阁做啥物，我会当阁做啥物的时阵，其实因心内底是足惊的。因为毋知影到底如何去面对现主时的挑战。这个朋友就问我一个问题，伊讲：你想看觅，到底即马对灾民来讲，是因即马无物件食，你是互伊便当较好，还是互伊饱饱粥较好？咱想看觅，是互伊便当食，还是互伊饱饱粥会较好？大家拢足专业吼，咱会感觉哇，灾民踮伫足艰苦的过程中间，应该大家人足想要食到迄个小的便当对无？但是千万毋通袂记哩，因即马阁有啥物情形？无电，无电啊！咱即马若是足热心讲好，咱即马摕200粒便当去，伊若是敢若100个人来食，另外迄100个便当会发生了啥物事？会变成做真正歹去。所以到伫即个情形下面，这足热心的朋友，因才会发现讲，是咱想要斗相共，但是咱也需要有好的判断，需要有好好的思考，检测到伫即个情境下面，会当互因。有当保存的物件继续落去，才是重要的。所以踮伫即个灾害的过程中间，其实咱所看到失去电、失去侪对咱生活中间确实有影响的物件，可能比战争搁较严重。因为即摆的战争拢毋是真正照咱所想象的，就是别人会走来咱的城镇遮，踮伫遮咧拍。其实即摆的战争，敢若是你空袭来，都是针对某一个重要的遮个电厂，直接对遐落去。因为当咱无电的时阵，咱就会发现，咱的生活非常的无利便。也踮伫即个处境中间，咱定心来看教会会当做的事。我最感动的是，咱看到足侪间教会踮伫面对风台的灾害的时阵，拢不断社区的人讲，你即马需要电，你即马需要洗身躯，拢会当来到伫教会中间。阮的教会会当互你踮伫遮充电，会当踮伫遮，会当互你有一段时间会当休困，定心去面对过来，咱的生活要阁安怎行落去。其实这也是每一间教会徛起踮伫社区的任务。咱咧做水电的兄弟就甲我讲一项事，咱知影咱的教会，老实讲袂无电的，咱知无？我讲咱的教会踮伫即个所在，基本上袂无电，因为咱教会甲新楼连做伙，踮伫任何灾害发生的时阵。病院是头一个，伊的电必须爱维持稳定的所在，所以踮伫咱的教会嘛，会成做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有真正无论是风台搁来的时阵，咱的教会爱扮演，互人会当踮伫遮受到保护、受到照顾，因为咱的电会维持落去。所以其实踮伫面对
世界的挑战的时阵，我阁甲因咧对话，我讲为虾米我过去踮伫东部，无论经验过偌济风台，咱会阁看到讲有真紧阁恢复，有一项真重要的，因为踮伫庄骹，逐个人会互相照顾；踮伫庄骹，逐个人互相熟悉，互相都是我种虾米，我甲你交换，所以逐个人会当安尼继续生活落去。也就是因为安尼，咱才知影讲，教会咧传福音的重要性是啥物？因为真正当所有的灾害发生的时阵，今仔日咱所有的人，因为咱熟悉，因为咱有关系，所以咱每一个人会当彼此信任，咱每一个人会当做伙来行头前的路站。所以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当咱邀请侪侪人真正来到伫教会中间，咱真正熟悉、真正稳定，踮伫教会中间彼此咧交陪的时阵，咱就愈知影讲，咱彼此会当互相照顾，会当互相扶持，互整个社会都算讲风台真正对台南遮登陆。咱会拄着侪侪困难，但是咱会当搁手牵手，真紧来恢复原本的生活。这也是踮伫整个社会所面对灾害的时刻，咱一直咧学习的工作。地动甲风台这几年来，其实对咱来讲的影响愈来愈大。迄一日，逐个人拢甲我分享讲，毋捌踮伫台南拄遮尔大吼。足惊的，但是咱想看卖，伊登陆的所在是对，是布地嘛。若是搁南几啊公里，可能咱的影响都会比咱现主时所感受的搁较严重啊。所以，这个风台的变化已经超越过咱所想象的。这就是即马世界咧讲的，这叫做极端气候。这个极端气候对咱的影响，比咱所想的可能比战争搁较严重，而且伊影响的范围会搁较大。所以现主是一个看到迄个牛车的星数，我感觉风台也是地动，都是迄个数啊共款。伊踩伫遐咧考验的是啥物？人甲人中间敢会当互相信任？人甲人中间，敢会当互相帮衬。当咱踮伫灾害的时阵，咱阁会当向前，互咱看到讲要重启、要重新恢复的时阵，迄个壁是直的，遐个必顺会因为咱彼此做伙的即份疼来得到消除。嘛那亲像咱咧面对踮伫这消防员遮个破碎的家庭中间。因为侪人的关心，会当互遮个失去老爸遮个囡仔，会当重新阁徛起来。所以也请咱踮伫祈祷中间，为着受灾的人民来祈祷，也为着迄几个消防员的家庭来祈祷。因确实需要咱的帮衬，确实需要咱踮伫关怀，踮伫祈祷。望上帝听，丰丰富富临到伫因。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牛册的锁啊，牛册的锁啊，互咱看见外出，看见离芳，看见倒尾拼倒的墙，喊话的声音，互咱听见扰动，听见心痛，曲径前人。上赶出门，无名的牧人，黑暗中高举公义，公平拿江水清楚，备受攻击也无惊吓。我靠信心讲出真相，登起的时机已经来到，牛切吧，判断吧，登起心性，勇敢。徛在，搁起心肠。
咱会同齐做伙面对着即个气候的变化、国际局势的变化。看起来咱是微细，但是踮伫咱彼此愿意扶持照顾的时，咱就会看见有这先知的声音，有源围雷踮伫咱的身躯边，帮助咱，互咱会当行公义，心存灵敏，因谦卑的心，甲咱的上帝相同行。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成做咱的回应。上帝讲出来了天下。主叫天气地，如风着苏气，伊要本心心破人类，正当着个太高，主古明镜，上帝公义世界中的所看出怪车，别离的旁别多的声，也其行看声，其金交动，手挂出门，看着心痛。无个名，无个字，个公义，何有公平那可大罪？虽受公义也无论你，我可心心讲出真相。地方见是经临高，达来车辆破断挂顶，勇敢骑下在探做个命令，再做亲像经过星星。咱同心来祈祷，主管何等软弱，阮需要你的帮助，特别踮伫风台来，对济踮伫台南家己的所在，有济受灾的人、受灾的所在，阮确实需要你的怜悯。愿你帮助阮，互阮踮伫面对遮尔济灾害的时刻，阮会当重新学习，彼此扶持，也做伙来迈向中建的脚步。互阮当真紧看到受灾的人，会当真正得到安慰，也整个社区真紧通得到恢复。主，阮也特别为着踮伫新北市有几个消防员的家庭，面对着家庭破碎，阮献上阮的祈祷，愿你的怜悯，愿你的听，围雷踮伫因的家庭中间，或者的亲人细囝咧面对亲人离开，虽然心艰苦，总是有缘会当体会到主你的听，充满踮伫因的身躯边，扶持因，帮助因。主，愿阮会当做伙向前来跑走。当阮看见济人生命中间的艰苦，愿你帮助阮，互阮尽阮的气力，阮用祈祷、用付出来帮助每一个软弱的人，
不管通看见你的国、你的公义，确实临到踮伫台湾这个土地，管理扶持官。伫你面前献上关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伫即礼拜圣经学堂的进度进入到马太第6章19节到34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好，过来第一项报告，咱今仔日第2堂礼拜后会召开中职会，所以嘛请咱中职同工甲会长会当做伙来出席。好，第2项，咱会踮伫8月初3父亲节感恩礼拜来举行洗礼献信礼，所以嘛有报名的爱上遮的课的兄弟姊妹，请咱也注意遮的时间吼。好，过来第3，咱继续踮伫即主日甲后主日会进行咱今年度顶半年度的迄个会计报迄个检查吼，所以请咱同工来注意。好，过来咱。自从夏令营对即礼拜4开始到后主日，所以嘛，请咱踮伫祈祷中间，为着要来到伫教会参与遮的儿童以及咱的青少年同工，咱同齐关心甲带祷。好，过来礼拜五会踮伫后主日下晡2点吼，邀请讲员来分享，黄安琪老师分享礼拜司琴的选曲的应用，所以若有兴趣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好，咱有迄个导览培训课程吼，咱会踮伫8月初2甲初9有2礼拜下晡的时间，咱会进行咱的导览培训。咱的导览培训包括就是对整个教会咱建筑物，也是咱遮的物件的介绍，以及咱101展场遮的相关服务吼。所以咱会望咱会当有遮的会当训练有一批的志工会当同齐来服侍。咱的课程安排会邀请除了牧师会甲咱分享咱教会如何来推广遮个志工的服务以外，包括咱有邀请
咱教会的迄个陈林老师吼，让黄陈林老师也应当分享文化资产品牌塑造跟形象推广吼所以这是真精彩的一个工作，所以欢迎咱大家当做伙来看咱嘛望讲咱的志工认证会当得到政府文化部的认证，所以咱会当累积咱的时数，会当累积咱服务的时数。若是达到遮的任务了后，迄个时数会累积了后，咱就知影迄个去一所在，你有迄个荣誉志工证，迄个会当免钱入去吼。所以邀请咱大家当做伙来听，就是两个拜六下晡，8月初2甲8月初9拜六下晡吼。所以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吼。好，踮伫101展场，咱继续会有咱无共款的展览。顶礼拜有讲到讲，因为进前咱明信片拢无甲咱大家讲自由奉献，即摆有自由奉献，主要即个费用就是咧营运整个101的展场啦。因为咱即摆展场咧使用其实会有需要有接待，也是电的迄个使用会搁较济，所以其实遮的自由奉献拢是协会咧运作，或者个展场会当搁继续运作落去。望讲未来若是真正咱会当搁甲政府申请到一寡补助款，咱会当搁互咱的展场的设备搁继续来提升。所以其实所有奉献拢是咧支持咱101展场会当继续运作遮的经费吼。所以嘛，邀请咱望咱会当互济你毋捌煮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遮来参观。我感觉对顶摆肖老师逐工来上班。肖老师逐工来上班，黄牧师我嘛看黄牧师逐工来上班，拢足认真来接待每一个来看遮个展览的兄弟姊妹，望咱会当对遮个展览得到帮助吼。好搁再来第7项的报告咱顶礼拜有讲若是你主日礼拜的周报你无要摕转去的吼，会当麻烦咱后面咱拢有迄个回收区，你会当直接摕伫遐，安尼咱第2堂交代的当工因就会当搁继续使用吼，咱来节省咱教会遮纸张的使用吼。好今仔日咱也踮伫过去即礼拜中间有2个家庭需要咱的关心甲带导。头一个咱踮伫7月10日，咱有为着彩文节举行个别礼拜，所以今仔日彩文节的家属也伫咱中间特别咱来致谢吼。所以请因会当方便的请起嚟咱来致谢，咱嘛继续为着因关心甲带导吼。好搁来第2个家庭是美容节的家庭吼，咱踮伫7月12为着美容节来举行个别礼拜，今仔日美容节的家庭也踮伫咱中间吼，请咱美容节的家庭，咱也踮伫祈祷中间继续关心为着因来关心甲带导好，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甲介绍。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是阿摩斯7章15节，咱做伙来读2遍吼。我伫过营群的时，上主呼召我，甲我讲：你去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话。阿摩斯7章15节。好，咱搁一遍。我伫过羊群的时，上主呼召我，甲我讲：你去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话。7章15节，咱来吟上行392首，俄罗上帝万福本源金丝线，请牧师祝祷。上帝万福本源地，就把弥罪写称赞，天定心塞上赞万世，阿罗贝教心心上。
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保护，甲咱每一个人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